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一起来共读诗篇第80篇，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诗篇第80篇，阿萨利斯交予圣乐长，调用见证的笔合会。以色列的牧者，带约瑟亲像带羊群的上帝啊！求你压耳孔听，坐伫天使基路伯宝座顶的主啊！求你发出光，伫以法莲、便雅悯、马拉西的面前，求你显出你的权能来救阮。上帝啊！求你予阮复兴，予你的面发光照阮，阮就得到解救。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你对你子民的祈祷，得发受气，要到偌久？你予阮用目屎做饭食，用规碗目屎做水啉。你予隔壁国，因为阮三钱，对得做阵，甲阮踢笑。万军的统帅上帝啊！求你予阮复兴，予你的面发光照阮，阮就得到解救。你对埃及撒出一丛葡萄树，赶出列邦来栽种。你为着伊种地，伊的根顶深，生炭满地，伊的影热密种山，伊的枝热砍大丛的碧香树，伊的枝伸到大海，伊的藤拖到大河。你是安怎拆毁伊的篱笆，出在所有过路的人满葡萄，出在树林内的山猪糟蹋，出在田野的走兽者。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活倒转，对天压落看，照顾这丛葡萄树，保护你正手所栽种的树，甲你为家己所照顾的枝。遐用火烧、用刀插葡萄树的人，求你发受气，甲因消灭。愿你的手保护你正平的人，就是你为家己所竞选的人。安尼，阮就袂背叛你。求你甲阮救我，阮就要求叫你的名。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求你予阮复兴，予你的面发光照阮，阮就得到解救。今天这首的诗篇第80篇，一样也是亚萨的诗。那上面有写，一样是从亚萨的诗。那在和本修订版有说这是一首见证诗，那或是说现在它也翻成见证的百合花。好，这首诗呢跟做见证有关。那所以这首歌呢，应该就是有发生的事件，那又做见证。所以这一首诗的背景呢，推测是在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沦陷的时候，做背景来做这首诗的主题和见证。那北国首都的沦陷呢，我们可以看《列王记下》的第16章，那一直到19章。那在这边讲到的这个亚述皇帝如何来到大马士革，以及17章讲到北国以色列的最后一个王何西亚或是何西亚，那何西亚王。好，那这是北国第二次的被掳哦。那再来到18、19章，就是南国当北国被灭之后，好，那这个北国呢，亚述呢就一路攻打到南国，所以这是一个在国家沦陷的时候，好，大约是在主前的732年到主前的722年，将近有10年的时间，好的那个时候国家民众的情境。那这首诗的主题呢，是为国家的复兴祷告，那或是台语翻成复国祷告，就是国家能够再恢复，能够再振作，再复兴起来。那1到3节是一个诗人祈祷，讲到求上帝来施行拯救。第1节，领约瑟如领羊群的以色列牧者，求你侧耳而听，在基路伯之上做宝座的，求你发出光来，在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面前，求你施展你的大能，拯救我们。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就会得救。所以这里讲到神在用几种形容，第一个是以色列的牧者，
那我们前面的诗也知道，这牧者好像78篇也讲到了大卫，好，他就是用纯正的心来牧养。好，那这牧者也代表是王。那第二讲到神呢，是坐在宝座上，好发出光，好，那就是而且是基路伯之上，好，那就是在这个约柜柜盖上面是施恩座上。那再来是讲到了三个支派，好，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好，那这三个支派好的共通点，好，第一个就是可能都是在北国以色列，好，第二个好，他们都是这个雅各的大老婆拉结所生的孩子。那再来第3节讲到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就会得救。那诗篇80篇当中，这一节好分别出现3次，在第3节、第7节，还有在最后一节的19节。好，那在第19节有一点点不一样，好，但是3节呢，好重复出现3次。那这是第一个祷告，就是国家被灭亡或是即将亡国的时候，特别是南国看到北国被灭，或是这个南北国都遭遇到亚述强权的侵入的时候，向神发出的求救。第二段呢，是从第4节一路到第7节，讲到他们现阶段的苦境了。第4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你因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量出满碗的眼泪给他们喝。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我们的仇敌彼此戏笑。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就会得救。所以这里讲到他们知道当他们遭受到这些外敌的欺负第4节他们知道是不仅是外敌的缘故，而是上帝的愤怒。上帝他们也等于承认他们是做了不义的事情，违背上帝的事情，以至于神发怒。神怎么发怒呢？用眼泪给他们当食物吃，只能吃，没有食物可吃，只能够吞吃自己的眼泪啊。好，那如果详细的内容，我们可以看这个列王记下好的这个17章、18章，亚述人怎么样攻打，怎么样包围他们的时候，好，他们真的是被围困了，而且好几好好啊。不是只有几天几周的时间，好，是在这当中呢，他们是被围困，好，所以他们必须只能够把眼泪当食物，然后呢，这眼泪还变成是量出满碗的眼泪，好，那这是一个诗篇，好，一种形容，好，但是可以看出那一段时期，他们只能够不断的流泪。那并且呢，第6节提到说，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我们的仇敌彼此戏笑。好，所以诗人也知道说，这些敌人来攻打，其实背后推动的手是上帝的手。好，那这些邻邦呢，好，因为分赃不均，好，所以好像这个一群的野狗，好，在咬一块猎物，那咬一块猎物呢，大家就互相的咬来咬去，好，互相的疯狂的对待，因为分赃不均哦，所以他们也成为这些邻国的仇敌的笑话。所以他发出第二段一样的祈祷，好，就是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就会得救。那第3段呢，是从第8节到第13节，在这一段呢，形容以色列像是上帝所栽种的葡萄树，但是这葡萄树呢，却遭到敌人的蹂躏。第8节，你从埃及拔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他面前清除杂物，他就深深扎根，蔓延满地。它的影子遮蔽群山，枝子好像高大的香柏树。它长出枝子，直到大海，伸展嫩枝，延到大河。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路人摘取？林中的野猪践踏它，田中的走兽吞吃它。好，所以从第8节到第13节，讲到这棵葡萄树是从埃及拔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回想，就是上帝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甚至呢，带入了迦南，所以先把迦南的7族外邦人都赶走，然后把这棵树种下去。
甚至在他面前清除杂物，让这些拜金牛犊的、拜巴力的、拜亚瑟拉的，好，都把它清除，他就能够在迦南地扎根，好，在那边开始有敬拜上帝的地方圣所，蔓延满地。它的影子遮蔽了群山，枝子好像高大的香柏木，指的就是指大卫到所罗门最巅峰的时候，那上帝把这个迦南地上帝的主权落实在这地方，甚至直到大海伸展嫩枝延到大河，好，那就是让这个以色列王国统一王国的时期，好，这是达到顶点。但12、13节，上帝又回过头来拆毁这树的篱笆，把它的保护屏障都拆走，任凭路人摘取。林中的野猪都跑来践踏它，田中的野兽吞吃它，附近的邻国都来瓜分它。好，所以这一段形容非常的生动，讲到整个国家的命运，就是像是一个神所栽种的移植过来的葡萄树，但这葡萄树呢，却没有呃，却没有合乎主人，主人呢没有结出应该结出的果实，好，主人就让这个葡萄树上所有长出来的，好，通通一次都把它砍掉、清除、修剪。最后一段是14节到19节，好，那一样诗人继续用葡萄树当做主题，就是求上帝来拯救他自己所栽种的葡萄树，也让他所栽种的葡萄树，好，特别是这个根源，好，能够得救。好，我们看14到19，万军之神啊，求你转回，从天上查看垂看观察，眷顾这葡萄树，保护你右手所栽的根，你为自己所坚固的幼苗。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这样我们就不背离你。求你救活我们，让我们得以求告你的名。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就会得救。所以这一段最后14到19的祈祷呼求，就是呃同样的主题，好，就是我们人要回转，而上帝呢，求你转回，好，就是回心转意啊，不要继续来发怒，而且呢，好，能够好重新施恩怜悯，好，来垂看观察眷顾好这上帝的葡萄树，保护右手所栽的根呢，好，这就是用上帝的大能所栽下去的。兼顾这些的幼苗，好让这个信仰好的幼苗能够继续的保存，而不要断根。虽然这树已经很凄惨被砍被烧，好甚至它都快要被灭亡了，好像这个经历了森林大火，好经历了这个天灾人祸，好经历了战争，好国家快要毁灭。但是呢，这诗人还是不放弃的祷告，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啊。好，所以现在中译本翻成求你庇护你所坚立的国家，好，因为这个右手好跟这个力量好是可以同义的，并且保护自己所拣选的子民，好，或是和本说的人子啊，好，其实也是指子民，好，那这样我们就不背离你，好，所以这个诗人他好像找到了一个不会再离开上帝的方法。好，那这什么方法呢？好，第一个就是除了祷告求上帝使我们回转，第二个是我们得以求告你的名。好，18节，好，就是帮我们救起来，这个葡萄树可以继续的来发芽，而只是向上生长，向下扎根，向神求告，而最后我们就会得救。好，所以这首诗篇在19节，还有第7节，还有第3节都讲到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好，那我们就会得救。那所以什么是得救呢？得救好，就是透过祷告，能够让上帝回心转意。好，得救呢，就是能够继续的向神祷告，知道祷告上帝会垂听。好，得救呢，就是上帝回转好他的心意，同时呢，
使他的脸发光，好，不再是那个这个阴暗的脸，或是愤怒的脸，好不再是这个发怒的脸哦，而是能够好像用光好来光照这些在死荫之地啊，光照这些在灾难当中的百姓。所以，透过今天这首诗篇80篇，我们不仅是看到诗人在他当代所看到的见证的百合花所看到这个国家所遭遇的灾难，在这个见证当中呢，也找到了动力，就是借着祷告，借着祈求，好，而这回转不是靠自己，而是求神使我们回转。所以我们要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们也需要祷告，求神使我们回转，而且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脸向我们发光，而我们就会得救，我们就不怕所面临的这样的灾难或是各样的困境。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垂听祷告的神，你是带领羊群，是以色列的牧者，你是坐在基路伯之上，坐在宝座上圣洁的羔羊。愿你的光照我们，除去我们眼前，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一切的黑暗。即便当人在痛苦当中，以眼泪当食物，满碗的眼泪当作水喝，但是我们仍然不失去对神的祷告和倚靠和盼望。也愿神你持续与我们同在，持续的使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你，使我们能够持续的来求告你的名，使我们能够持续的得救，能够在这个世上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像是那百合花一样芬芳的见证。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大家平安。